伊在金城是外关市游客来台南一定会去的景点，也毋过即马有工停，园区无对外开放。就台南，我们安平古堡也有去啊，走一走。就反正哪边有可以，有景区。距离顶边修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这回会针对入口意向加景观，重新设计改造。行人看车的动线嘛会优化。城门前面的广场，它会做一个重新的规划、扩大，铺面会进行改善。我们现有的售票亭、贩售部、哺乳室呢，也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建设。1876年完工的意在金城，在当时有配置全台第一座西式炮台——英国阿姆斯特朗火炮。目前伫园区内底的拢是仿造品，即马文化局委托专业团队规划展示1:1的火炮模型。基本上是在那个清代沈葆桢时代在建设这座意在京城的时候，用来抵御国外的一些入侵的势力所做的一些防御设施。那也是代表了一个我们台湾引进的西式军事国防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那这个炮已经在历史的沿革当中遗失了，我们也想要复制了一个1:1的一个原来的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工程需要的时间至少5个月，预计伫8月完工。未来古迹会更加凸显之外，嘛更具文化资产教育意义。同时开发相关文创纪念商品，以全新的服务迎接国内外游客。台南新闻社华采访报道。